雲大呢一個地方咧，絕對係好容易被遺忘嘅好行黑馬，由小眾品牌、文創化妝品、追星甚至動漫都有。當然咧，仲要唔少得咧 cafe 同埋定期 pop up。一樓咧主要係化妝品 Ciccolo、文創 Art Boss。如果想要揾韓國專櫃同埋小眾品牌嘅化妝品咧，比起 OY 咧更加推薦嚟呢一度。最近嚟到 Art Boss 咧，大家可以睇一睇呢一個韓國限定地鐵站元素小物，超級可愛，用嚟做手信同埋紀念咧都超級讚。如果大家咧中意色彩繽紛嘅小物咧，亦都可以嚟到二樓嘅 Button。二樓咧可以話係最好行同埋最豐富嘅一層，小眾品牌最星人最愛嘅 Rimmel、玉桂狗主題咖啡等。小眾品牌咧個人特別推薦 Anyone More 同埋 Avengers。Anyone More 咧係主打少女同埋街頭元素嘅碰撞，帶點日常嘅 Y2K 風格，重點係價格親民 ，CP 值超級高。Avengers 咧理念係 easy look，強調營造出不經意嘅日常時尚感。行到攰咗咧，仲可以嚟到3樓嘅酷面鋪店，極受歡迎嘅日式手作布丁專賣店。中意布丁嘅朋友咧，一定要嚟食一粒超級滑同埋入口即溶。3樓咧比 fashion 咧更多係 lifestyle 嘅嘢。首先咧由之前已經介紹過嘅韓國 Muji 限定手信，想買基本款咧就可以嚟到4樓嘅 Style， 相信都唔陌生噶啦。韓國版 Uniqlo 日常基本款都可以喺呢度揾得到。5樓咧就係動漫天堂。如果嚟到雲大唔夠時間或者遇到天氣唔好 ，AK Plaza 咧絕對係一個好去處。如果想要商場相關樓層詳情，留言加一詳情整理發俾你。分享住全同教育行程，追蹤我一齊地道式玩韓國。下次見，睇咩拜用。